第八章，迄时阁有真侪人聚集，并无有什么食的。耶稣叫学生来，讲：我怜悯这个众人，因为因甲我伫遮已经3日，也无食的。我若找因遥遥倒去，的确伫路顶野先，因为其中有对远的所在来的。学生因讲：伫遮是旷野，对倒落会得着饼，互食的人食饱呢？耶稣问因讲：恁有偌侪饼？因讲7个。伊吩咐众人坐伫地上，就摕着这7个饼，祝谢了，掰开分互学生，叫因排开。学生就摆伫众人面前，阁有几尾细鱼。耶稣祝福，就吩咐也摆伫众人面前，众人拢食，并且食饱。收扣剩落的篮喙有7个坑，人数约有4000。耶稣找因行，随时甲学生上船，来到大马路摊的境内。法利赛人出来问耶稣，求伊对天顶显一个神迹互因看，想要试探伊。耶稣心内深深的吐气讲：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甲恁讲，无神迹互这世代看。伊就离开因，搁上船往海迄边去。学生袂记得带饼，伫船顶除了一个饼，无有别个食物。耶稣吩咐因讲：恁着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的教，甲希律的教。因彼此议论讲：这是因为咱无饼。耶稣看出来，就讲：恁为什么因为无饼就议论呢？恁还无醒悟，还未明白嘛？恁的心还是愚戆嘛？恁有目睭看袂见嘛？有耳孔听袂见嘛？也未记得我掰开迄5个饼，分互5000人，恁收扣的篮山装满偌侪人呢？因讲12个。搁掰开迄7个饼，分互4000人，恁收扣的篮山装满偌侪坑呢？因讲7个。耶稣讲：恁还是未明白嘛？因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青面的来，求耶稣摸伊。耶稣牵青面的手，带伊到乡舍的外面，就配烂抹伫伊目睭的顶面，换手伫伊身顶，问伊讲：你看见什么？伊举头一个看，讲：我看见人，因亲像树木，并且会行。后来搁换手伫伊目睭的顶面，伊定睛一个看，就复原，逐项拢看得清楚。耶稣找伊倒去，讲：连这个乡舍你也毋通入去。耶稣甲学生出去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乡舍，伫路上问学生讲：人讲我是一罪？因讲：有人讲是行洗礼的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搁有人讲是先知内面的一位。搁问因讲：恁讲我是一罪？彼得因讲：你是基督。耶稣就禁戒毋通甲人讲。对安尼，伊假使因讲：人子的确着受真多的苦，互
长老、祭司长甲文士气杀，并且受抬，过3日个活。耶稣明明会讲这个话，彼得就看伊，考劝伊。耶稣活过来，看学生就责备彼得讲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对安尼，叫众人甲学生来，对因讲：若有人要跟缀我，就着放杀家己，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。因为凡若要救家己性命，的确失落性命；凡若为我甲福音失落性命，的确救性命。人就是趁着全世界，赔家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搁会摕什么换性命呢？凡若伫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，将我甲我的道当作通见笑的，人子伫伊的爸的荣耀内，甲圣天使降临的时阵，也要将迄个人当作通见笑的。